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张伟民。台湾过去有游艇制作王国的好名声，全球游艇工艺加科技的设计，拢是 Made in 台湾，是世界有名声啦吼。但是较可惜的就是讲，咱四面环海，这个台湾海岸线全长是1300多公里哦，气候是相对来稳定。一年有10个月当适合发展海上这个观光，但是咧，拢是伫咧制造面啊吼，伫清水文化这个落实也有一段距离。咱看过去哦，其实咱讲台湾游艇业其实嘛是安尼起起落落啦吼。咱讲70年代经过10年产业的消退啦吼，2008年全球金融大海潮的这挑战，咱讲游艇业这喙齿筋是架掉的啦吼，在调整体质。用科技哦，更较有赖这个工艺，按照客户需求打造客制化大只豪华游艇哦，搁一摆伫全世界来徛起，世界上嘛得到真好这个成绩，有抢甲全球第4啦吼。嘛讲即阵是亚洲第1，但是这回搁拄到武汉肺炎这个疫情，游艇制作业安怎来求生存？里面游艇做存亡，文入台湾海洋国。咱来看黄礼文来讲台湾游艇业的情势甲金生。经过1个月行程，台湾上早历史的帆船制造商将有把这只船交予国外买主了。这是黄礼文因兜所做游艇，41年来已经做了500多只帆船，加40多只游艇。其实咱即马做船的主要的竞争力是咱会当客制化，咱的价效嘛袂歹。其实咱的竞争对手拢伫迄个澳洲遐，因的价效拢较悬。因做船的时间速度嘛拢较慢，所以咱伫台湾做其实优势是足济，咱阁有一个足强的生态链，就是咱有足个厂商，足厉害的人伫台湾去甲咱斗相共。黄礼文的阿公民国62年，甲伊好朋友做伙出钱踏入造船业。民国68年开公司，起厂房，生产头一只帆船。帆船的工艺难度是真悬，买主一般拢是喜爱复古艺术的人。烦恼市场伤衰，黄礼文的老爸有时开始来制作游艇。其实台湾一开始是做帆船起来因为帆船较歹做，因为船较细只，汽艇因的船空间较大，所以因会较好做。价效阁无帆船遮好，所以渐渐的，大家人拢开始做汽艇阮是因为已经做了有一个知名度所以阮阁有兴趣所以我可以继续做落去。厝内底游艇事业也毋是讲拢真好。1980年是游艇业上好的时阵，全台湾一年用到2000只船。1990年台票升达落到上佳，真侪业者挡袂牢，毋是倒去就是外移。2008年的金融危机又搁倒一堆，即阵伊搁面临上界严重的肺炎疫情，有一寡船已经做一半，严过买主早就已经毋知伫倒位咯。迄阵影响是足大，因为人客足侪人拢有损失。足侪钱的所以因可能无办法生存因为即种是一个奢侈品，伊毋是一个必须的。即个影响嘛是足大的，可能佫较严重。人客因有影响嘛是因为因有钱藏伫迄个股市内面所以美国的股市着最近拢足无好的嘛所以影响足大的甚至有几个人客嘛 cancel 掉伊。13岁就互爸母送到美国去读册，大学读理财，硕士是读家具设计。伊真了解外国人生活的文化，所以讲有够的能力，会用应付每一波的危机。黄礼文还佫一个阿姊，2只弟斗阵甲厝内底事业做起来。阿姊伫国外办船店，带客户去开船。伊是摕着家己的品牌到国外卖船，2只弟开船的里数拢真惊人。
这只船是57英尺，8月要交到美国东岸。这船也伫咧做内装修补，敢若像伫咧起一间真水的厝。每一个所在拢是工艺创作。黄礼文讲，船厂内底造船卡船的声音陪伴伊大汉。伊是少数甲阮留伫台湾的船厂第3代。上大的梦想，毋但是做出豪华技术管的船，而是提供客户幸福的感觉，互客户能开着家己的船，完成环游世界梦想。哇，真正是这个少年出英雄啦吼！30岁都要来接班啊！谢谢。咱欢迎咱的礼文 Andy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黄礼文，大家人拢叫我 Andy。Andy 啦吼，我头拄冇讲到30岁都要来接班啊，准备好啊吗？准备好啊。所以但是咱即阵吼拄着咱讲过去，咱台湾是一个游艇业的这个王国啦吼，啊经过起起落落，即阵有较新的这个影响，就是咱讲的这个武汉肺炎这个影响啦，对恁处理有啥物款的这个影响无？人即马人客订单拢阮阁有咧做，但是即马无新的订单去办，对。本地是讲接到明年的7月，对，无毋对。也阁有真长外的时间，但是买手的这个单也阁咧烦恼。对，因为即马袂当办船展，所以讲咱袂当摕咱的做好的船去互人客看。是。对啊，这影响是足大的。影响真大啦吼。不过咱讲过去啦吼，伫较这个兴的这个时代，自阿公迄个部分啦吼，爱豆豆来讲起啦吼。阿公，互你的印象是啥物？较早做船啊？阿公其实我无啥印象呢，其实我对有印象应该是阮厝里，阮爸爸妈妈。阿公的话，就是因为伊早是在做，咧种田的。哦，咧种田吼。对，做了甲朋友合作咧做，本来是要做迄个合办的公司，是合办的工厂啦。因为拄啊起了厂房，就拄着一个危机的对啊，金融危机。是。所以伊就毋知要做啥。拄好看到隔壁有一间咧做船的公司，就讲哦，这船啊足水的呢。这船啊介绍袂歹哦，可能会当做看卖。所以伊就甲迄个头家哦，就咧开讲啊，就有讲啊，头家就讲无就做伙做。嘿，所以伊拄好开始就做。就拄着这个头家，就落去做船啊。做差不多到民国68年，因就拆开啊。拆开伊就甲因弟弟，就是我的叔公，因2个人家己出去，佮起一间工厂啊，佮家己生产，嘿对。是，迄当阵咱看到是做这个篷船啊吼，快乐的出篷的这个篷啊吼。对。但是即阵会当讲咱是这个台湾吼游艇业。无排第1，嘛排第2啦吼，会使安尼讲吧？会。所以伫咧即地，恁看到台湾的这个光景吼，也佫有啥物恁会使去做发展的？其实台湾是一个最好的国家啦，因为四面拢是海嘛。是。所以其实我感觉伫台湾嘛是家己爱驶船啦。系啊，这是我感觉最可惜的。因为咱讲拢停伫咧这个制造的这个部分尔啦吼。对。所以这部分安怎去推广？这推广就是可能爱看政府啊，爱看政府啊，吼，咱等下嘛讲到这个政府的部分啦，吼。其实咱要个回过头来吼，其实咱头拄讲你一般上对这个阿公可能印象无介深啦，吼，但是这袂歹哦。伊讲，可有看到这个阿公啊，伫遐画这个船仔的这个图啦，吼。对，因为阿公伊早迄个时代是用手咧画嘛。迄个因叫做拿刀啦，因为以早拢是拿色的嘛，所以伊拢家己伫遐画，起厂房嘛是家己画，做船仔嘛是家己画，所以讲伊个有印象，我是较无印象。你较无印象？对。你的印象是讲吼，爸爸妈妈可能伫半暝时间过来接电话，来自国际，这个订单是接袂停的。对。因为因半暝啊，就是美国遐的透早，所以讲。因半暝啊，就爱起来敲电话啊，甲人客讲话啦，嘿。另外一个就是讲出国爱去船展，迄嘛是足辛苦的。迄是另外一个。对。是。出去甲人客食饭，食到半暝啊，你嘛知影美国人拢足够吐的，足够铁的，拢足够讲的。是。对啊，所以其实出国嘛是足辛苦的。其实你有机会吼，自13岁就先去美国。做这个小小的留学生啦吼，迄当阵会艰苦无？
哦，迄当阵我拄仔去，袂晓讲英文，啊，啥物拢毋知影。13岁拄仔国小毕业，啊，去遐嘛是家己一个人。啊，虽然讲阮姐姐嘛有伫遐啦，但是因为我是住伫迄个学校，是，所以生活拢是甲大家人拢做伙。嘿，迄阵嘛是足辛苦的。是，所以讲语言袂通，啊，为着要接班，其实吼，迄当阵爸爸妈妈是无意中甲你栽培嘛，要甲你送去美国。应该是安尼讲无毋对，因是看到我讲我伫台湾读册，伤辛苦啊。伤辛苦啊！因为台湾的教育，大家人拢知，拢是你爱背足侪物件啦，啊，佮无时间讲哦，要去做啥物运动安尼，做一寡课外迄个。这个课外，这个课外活动安尼对。啊，其实你伫 LA 吼，本地是读什么？是读财务的，啊，买手去硕士读什么？硕士是读迄个家具设计。哦，啊，但是家具设计甲财务可能会当理解啦，就是讲你下摆要卖船，这财务一定要通，啊，不然佫去做这个家具设计，是嘛是甲这个船的内装有关系吗？应该是讲我本地的对设计有小可兴趣啦。爱画图吼。爱画图，啊个我其实以前就爱拍电动的，所以迄可能嘛有关系啊，因为3D 嘛，3D 软体啊，甲设计啦，甲电动拢有小可的关系，对对。是，啊，毋过咱看过去爱拍电动，啊，大学读这个财务，啊，硕士读这个 LA 这个 Design Art Center 啦吼。对。啊，其实这是讲甲做准，尾也要甲你的这个职业，还是讲这个职业做结合。嘛是有一段这个距离，安怎去甲完成？哦，这真正是我感觉人生足趣味的。就是拄啊好，你读的物件拢甲即马要做的物件拢有关系。哦，拢有相捌的对吧？对，安怎讲咧？就是讲财务嘛，我即马就咧计用处理，利用公司的财务迄边，因为像阮的船啊偌济钱，啊，甲有。你要卖偌济，但迄拢是甲迄有关系嘛。啊，要经营一间公司嘛是爱会晓看财务嘛。所以迄拄啊好。是，啊先头问一下吼，咱上俗的这个船、游艇，啊甲上贵的，吼，拢大概偌济钱？其实迄袂使安尼问啦，其实是应该是爱讲看你的需求。看你的需求，啊，基本上阮家己咧做的船啊是差不多70万。美金遐，70万是美金哦。对，美金。是。啊，上贵的可能是到差不多300万美金，但是迄300万要买的人较少啦。啊。对，啊，所以，但是咧想讲，这毋是工厂卖的价销，这是阮出去美国卖互人客的价销。是。所以讲，其实工厂嘛是。足歹过，足歹过。咱讲过去台湾是做这个代工啦，这个企业吼，啊买手豆啊，因为这个可能头段嘛讲到，这个有较稀微去啦吼，啊可能佮拄到这个2008年这个金融大海潮，啊所以咱必须爱做这个代工业，豆行出有家己这个品牌，吼。啊你感觉这个恁的品牌自过去可能拄到这个危机也好，啊安怎来转变的？以早阮阿公咧做的时代，就是代工啊，甲阮爸爸妈妈因几代第二代，是，就想讲啊，一定爱有家己的物件嘛，一定爱有家己的品牌，是，安尼你较会当卖较好的价销，啊，所以因就去美国，是，找一个设计师设计新的船，啊，找一个迄个因咧帮人嘅设计名、设计 logo 的公司，啊，所以。阮就有即马即个 Hilux 的品牌，啊 ，Hilux 即个品牌，阮搁找代理咧做，啊，所以有人甲你卖船嘛，但是迄嘛毋是长久之计啊，所以讲阮即代就爱想讲啊，要安怎卖，啊，所以阮甲我姐姐就去美国，搁伫美国遐成立一间公司，是，嘿，啊，所以阮家己卖船啊，阮家己请业务，啊，家己请迄个。迄个服务的人啊，是，啊，毕竟伫美国甲台湾，迄个环境无共款，你嘛是伫遐安尼打滚、拍滚过啦吼，拍拼过。迄其实阮是做差不多3档，即马较有看到一点点啊成果啦。安怎讲咧？因为一开始你啥物拢毋知嘛，啥物拢毋捌，啊新的船啊，我嘛是设计新的船啊，啊，搁有找新的人啊。
这拢是要磨合的。啊，所以讲，咱咧卖船啊的时阵，的豆豆啊，一步一步，一张单一张单安尼接。是。啊，接到即马较有即马的成绩。到即马这个成绩啦吼对。所以这伫遐要安怎甲你配合？阮其实即马拄着即个肺炎的问题，大家人毋是拢咧做视讯。哦。嘿，对，所以恁过去就咧做啊吼。阮过去就咧做啊。过去的即3、4档，阮逐工拢敲电话，即马 LINE 足方便的嘛。啊，我嘛有 Google 啊，用迄个视讯安尼，逐工拢敲电话。啊，即马传简讯嘛足方便的啊。系啊。所以其实这伫遐比你较忝吗？你会感觉安尼？哦，拢足忝。拢足忝，你嘛真拢足忝。是，伊忝的所在，甲你忝的所在，啥物款的无共？我伫遮拄着的是工厂遮的问题啦。啊，伊伫遐是拄着人客的问题。哦。嘿，拢足辛苦的，但是伊就是伊爱对外，啊我对内面。对。其实这个 Andy 头拄啊，这个私底下有甲我讲啦吼，讲安那，伊转来台湾开5档的这个时间学台语啦吼，因为这个工厂内的人拢一定要讲台语，啊过去是去美国自13岁到25岁啊，差不多10多档的这个时间，也毋捌用过台语，吼，所以转来学台语是为着要甲这个工厂内的这个人吼，这个工人爱甲因拌烂，爱甲因做一寡技巧啦吼。其实嘛无特别去学啦，你着甲因讲话，啊甲因开讲，啊讲的你着会晓啊。安尼吼，但是因这个面面角角。因为这个基站吼，拍基础的上重要，尤其是做船啊吼，啊做游艇，要甲一个船做好势，你嘛要去做一寡这个熟悉。对，因为做船啊，佫有足侪迄个你讲的用的字无共嘛。是。像迄咱咧讲木工啊、铁工啊、电工啊，这拢是无共的。是。这拢爱顶学的啦。所以爱顶学，所以你开5档时阵拢甲学起来。对。嘛，还袂完全学起来，有足济啊。所以你感觉欠的所在抑佫有倒位？欠的所在哦，你讲伫甲这个工厂内，也是讲这个技术上的。哦，这其实阮一直拢有咧进步啦。所以讲，我感觉阮即马做了袂歹，但是会当搁较好，一直用会当搁较好。是。系啊，你若是有咧经营一间公司的人，拢知影，就是爱。一直咧进步，一直咧看讲啊，安怎做可以做较好，是，对啊，有影啦吼。所以其实咱讲要打造咱台湾游艇王国这个好名声，其实拢个搁杀一个吼，对，有影啦吼。所以咱讲过去咱有排名吼，世界是全球第4吼，亚洲啊嘛是这个咱讲全亚洲啦吼是排名第1啦吼。安怎甲这个历史好公营啦吼，继续甲维持，咱先做来看。游艇伫海上开甲真紧，撇开那天，心情是真好。台湾一直有游艇王国的称号。根据世界各国80英尺以上游艇订单的统计，2018年台湾排名世界第4，亚洲第1，外销是1亿6500万美金。2019年台湾排名世界第6，依然是亚洲第1，外销是2亿2000万美金。每年的产值超过1亿5500万美金。其实咱台湾做船已经做足久啊。咱以前是拢量产，去甲人做代工的。因为以前的技术较好，咱的做船的速度嘛足紧的，所以咱是有这个优势。台湾的造船业这么抢赢，其实来自真早发展的造船技术。历史上头一笔讲到的台湾竹排制造是伫南宋时期。南宋时期海盗来侵犯，研判是台湾的原住民过着设计真好的竹排渡海而来。天气较好的时阵，风影唔介大的时阵，会当横过黑水沟，横越台湾海峡，去泉州去打去抢劫啊！西方的这个历史学家研究了后发现，咱台湾遮这代这个原住民做的这种竹排会当出海的这种竹排大概是全世界原住民会当做的竹排内底上悬技术上好的啦。清朝雍正3年，西元1725年就有大批军工厂。军工厂位在即阵的台南市成功路北边。1922年日治时期，台湾总督府成立归人船区株式会社，开始发展造船工业。1919年，淡水河边的台式家族学习日本造船的技术，渐渐有名声。
1956年，当时美军驻军台湾，一个有造船技术外号叫鸟仔的美国中校，摕到西式航船的设计图，找到单价但添起的大桥造船厂，希望会用制作游艇。而这场订单也拍开台湾制作现代游艇之路。退伍啦，吼，啊，伫咧美国的时候，感觉讲，咱迄阵即个陈家甲因做的即个游艇做得袂歹，所以想讲会当进口，一直做代理商安尼，变贸易商，好，啊，所以就把这个商业模式打开，啊，变成是种退休美军当 broker 当代理商，那帮我们这边造船厂外销。陈其祥是陈添起的后生，即阵已经77岁了。伊对国小毕业就跟着老爸做船，提出早年接单的手绘设计图，当年请叶景婷跟他也伫眼前。单价对希诺基的船做到 FRP 玻璃纤维船，船的弯翘面无好做，插座的船较凹起。而 FRP 的材质制作时间短、成本低，渐渐取代插座游艇。材质愈来愈好，船也愈做愈大。后来加速慢慢分家，分散造船厂到八里、社、台北大桥等所在，也慢慢将技术传到台南、高雄。有时就安尼完成台湾游艇王国的美名。这届拄到的，其实对阮的影响有感觉较大，因为无上班，伊就无办法交迄个零件互你，安尼你就袂当做。迄当阵树头够好栽啦吼，对，惊这个树尾做风台啦吼。讲到咱台湾这个游艇业哦，精细甲金星，其实吼，这个精细真正甲这个美军真有缘分啊吼，就是迄当阵美军摕落来，这个部分吼，帮助咱吼造船啊吼，啊其实咱过去伫咧淡水遮，这个竹白啊啦吼，也是讲这个三班啊吼，拢伫遐做船啊吼，所以嘛这个基础啊，其实咱嘛看会到恁三代吼，嘛是对着这个时代咧行，但是中咱嘛经过起起落落。啊，嘛会当看到恁厝安尼吼，面对着这起起落落，安怎对着这个时代来行？对，就是为以早这个台票升值哦，有影。啊，搁拄着08年的雷曼兄弟，啊，搁即摆的这个企业，是。这其实足侪物件爱克服的啦。有影。啊，就是阮大概拄着这种情形的时阵。应该是讲，阮爸爸妈妈因拢有做了足好的准备啊。啊，所以大概你若是有看到这，就是现金手里的现金，就一定爱有嘛。是。迄是重点，因为伊安尼你才会当度过这个难关。啊，因为搁有就是，其实阮这个行业拄着这种情形的时阵，反应会较慢。反应会较慢，安怎讲？因为阮即马接到单，但是做一只船啊，应该是爱做差不多10个月到12个月。是。所以阮即马做的单拢是旧年接来单吼。对。所以要因应讲买手可能才卖着，恁安怎搁去思考？就是阮的像即马的情形嘛，阮即马就是用网络吼，咧卖船啊。咧卖船啊。你若是去阮的。网络顶，对，你就看到讲哦，阮即马就是嘛是安尼，甲人客安尼讲话，安尼开讲，安尼卖船啊，哦，带伊去船顶看，但是阮是请一个人，阮家己的人去解说安尼，嘿，船顶解说。但是即阵侪人落地拢空边啊，也是好野人也搁钱真济。其实好野人因足厉害，因足厉害，因钱嘛是有，但是即阵因袂买，因袂甲你开钱买船啊，因拢会等甲讲。啊，这个疫情放缓，嘿对，因较会去买，啊，但是因拢是有咧看，拢是有准备，即阵上有时间啊啦，对，所以恁爱搁加拍拼的，伫网络顶宣传一下，对，啊，所以最重要就是讲你的像你的网络的 website，是，嘿，
爱做了就好诶。啊，佮有讲，你即马公司咧做啥？其实拢是爱放伫迄个网络，互人看，互人知影。啊，即马佮有足侪像迄影片啊，啥物 YouTube 啊，迄种，迄嘛拢是啊。所以恁头一遮拄到这个疫情的这个期间，恁就想新的这个方式，要去伫网络顶搁一届宣传安尼。对。所以这嘛真重要啦吼。啊，过去其实你头段嘛讲到，讲这个代票较强的时阵，美金变薄去，但是恁船就是外销去美国为主啦吼。所以美金若变薄去，恁的这个利润就无介好啊。但是当阵是拄到有一个是救命这个订单啦吼。对，迄阵其实以早迄个时阵，1箍美金会当换40块的代票，真大。啊，到1箍美金，换25块的代表，一美金就差15块安尼。对，差15块，安尼其实差有够济啊。啊，所以但是另外一个情形就是讲，你买物件，你伫外国买物件会较俗，所以你得爱想办法讲，无我来买较济国外的物件。是。啊，你买较济国外物件，你的成本就降低啊嘛。所以这是其实迄阵的影响是无讲遮大啦。无遮大。啊，这嘛是一个自然的生态，迄淘汰嘛。是。你做了有好，你体质好，你就会当继续做落。因为迄波足济咱台湾做游艇的是倒店的。无毋对，但是当佫徛起安尼。即个每一个行业嘛拢会拄着嘛，嘛拢会安尼起起落落。是。啊，所以我是足感谢阮爸爸妈妈，因迄阵做了真正是袂歹。迄当阵树头够好栽啦吼。对。唔惊这个树尾做风台啦吼。啊，其实咱嘛讲到，迄当阵真正有一度要去开这个超市啊。对啊，迄阵就是，佮拄着另外一届就是，因为无单嘛。是。啊，无单就是咧想办法讲啊，无咱来做啥？要去开超市，还是讲做别项啊？是。啊，但是拄要开以前，就拄着一个代理，因就讲无，你继续做，我互你单，我拄好伫迄个加勒比海，迄个美国迄个南方遐加勒比海，因伫遐咧开一个公司叫租船的啦，啊，迄阵的迄个时代就是足侪即种公司，所以因就甲阮订足侪船啊，是，就甲阮救起来，都甲恁救起来，对，所以当阵买几啊只？哦，迄一届可能20外只，20外只，迄当阵这个救命订单真正是会当顾恁一届生存。迄当阵无恁迄当阵是超市要开伫倒位？美国。迄阵可能还袂，我是无讲介清楚啦，应该无讲到遮有咯啦，好你家有迄个拄救命讲尔，拄我咧讲尔吼，毋过嘛会当看到讲爸爸妈妈真够去找这个门路啦吼，会当搁去一届或者这个体质较好的这个部分，互恁会当继续去生存吼。头拄仔咱嘛有讲到，其实厝内一直经营这个帆船、游艇啊。度过这个经营危机啦吼，你即阵嘛开始讲你有新的这个想法，伫网络顶会当去卖船啦吼，这个新的这个概念嘛是过去，你可能伫咧这个做行销的时阵吼，做财务上这个管理啦吼，嘛头像你来讲的，就是讲小巴你过去读的，甲即阵所拄到的，嘛会当做一寡这个危机上的这个转变啦吼。你感觉咱即阵徛伫2020年这个时代，拄到这个疫情，你有法度安尼做？你讲未来咧？未来未来应该该想啊，你拄着较知影，大概拄着物件拢无共。像迄08年拄着的是大家人的迄全世界的经济嘛。是。迄阵就是较少人去买船啊。迄是事实。是。但是真正影响的应该是别个行业的啦。我感觉啊，是。即届拄着的其实。对阮的影响有感觉较大，因为阮的厂商有足侪是国外的，因拢无上班嘛，无上班，伊就无办法交迄个零件互你，安尼你就袂当做。其实咱台湾有咧继续做落，但是你无零件嘛袂当出船嘛。有啊，尤其咱讲这个零件吼，一只船可能是有几万的这个零件。那搁较大只船是几十万的这个零件吼，所以这零件这个部分嘛是真重要吼。对。咱看到其实啦吼，自咱头拄仔一直讲的，意大利、荷兰，还有这土耳其，咱捌徛过全世界第4、亚洲第1，
咱安怎维持这个能力吼，继续伫这个世界上徛起咧？我嘛感觉这是大家人的问题嘛，是政府的问题啊。是，因为政府爱安怎去这个斗相共一个？因为咱嘛知影，其实台湾是国际上唯一是有这个官方出资金吼，设立这个研发中心啦吼，啊嘛是支援讲游艇材料啊，甲这个结构、这个设计这个国家。但是咱有出资金，是安怎无法度甲规个这个产业、这个供应链甲伊踏起来？其实因为即马足侪人，工人有工人的问题啦。这个技术工其实足欠的。是。啊，因为咱无咧培养新的人嘛，新的人去来做技术工。啊，搁有一个就是讲台湾的囡仔愈来愈少啊。愈来愈少。啊，你无可能互你的囡仔去做工嘛。是。嘿啊，这是毋是讲像迄日本你会感觉讲哦，职人。哦。对不对？这是这个精神啊。对啊。啊，台湾你讲啊，你咧做木工的，啊，你咧做水电的，迄听起来的。啊，是吗？你咧做迄哦？不过咱讲，这拢是这个技术。头拄仔你嘛讲到，这个人才可能面对着这个短暂这个问题，但是这个基础工业做木的也好，做这个咱船的这个涂料也好，拢是真好的这个艺术工艺啦吼。啊，要安怎吸引遮的人咧？虽然你讲可能人才有面临这个短暂的这个问题，安怎甲伊吸过来？其实就是你爱提供较好的环境，是，啊，搁有就是讲钱较济嘛，钱较济，系啊，你付互因的钱爱较济啦，是，啊，另外一个就是讲，你爱互伊感觉讲，哦，我伫遮做，是甲伫别位所在做的物件是无共的，我做的即只是船啊，我做的即个物件是无人会当做的，其实阮是台湾唯一一个咧做帆船啊的，是，所以阮可能嘛是有占一点仔优势啦，较有优势啲对啊。啊，你感觉吼，伫咧校园，还是讲过去其他所在，去我遮即个少年囡仔，敢有即个机会？阮甲有几个大学，搁有高中嘛，拢有配合吧。是。啊，就是豆豆仔培养。但是迄因出来嘛是爱看因想要做无。哦。系啊，因为你培养添头嘛。对啊，你培养遮久啊。培养了后，因会来袂来，你唔知影，伊可能走去做别项啊，系啊。所以亲像安尼，要怎去解决？因为恁都已经投入资源去栽培这个囡仔，啊，因尾啊毕业了，若无做这道，嘛是真拍算。对，我是感觉讲台湾其实，阮咧做船啊，应该是爱互人感觉讲哦，我做这个物件是独一无二，无人会当做。我伫遮做工课是。应该是爱讲，足荣幸的一件代志，对，足公平的。爱互因感觉讲，哦，我伫遐做这是无人会当代替，对。是。所以你爱创造一个迄个环境啊，互大家人有阮的感觉。是。对啊。创造这个环境啦吼，互真正这个少年人敢食苦的。会当踏入去咱讲这个游艇，还是讲做帆船这个产业啦吼。啊，其实咱看这个咱台湾囡仔，有的嘛是亲像这个台湾牛的这个精神吼，这个是唔惊无力通拖啦吼。你若是有心要做，真正会当完成。咱讲过一届，咱讲过去有台湾这个全球第4，啊，即阵可能是第6，有较少摕一个，但是可能疫情的这个影响，咱若是继续搁较拍拼，搁会当。差不多第3、第2、第1，嘛无问题啦吼。一定的，一定的啦吼。其实咱讲到这个台湾制作面，头拄仔咱讲有这个台湾是国际上唯一有官方出资的出资金的啦吼。啊，其实伫遮政府会使安怎去斗相共一个无？政府其实会当甲企业，就是讲甲因看要安怎合作嘛。是。啊，另外一个就是。应该是讲学校毋是讲你咧学做船，是，就是一切。其实会当开放迄个技术工，这边的迄个应该讲课程。课程啦吼。嘿，所以伊出来，伊就是会当做船仔的公路，还是讲做船仔的电，还是讲着做船仔的木工。迄拢是无共的嘛。对啊，啊像迄个。阮讲塑胶啦，迄就是
玻璃纤维，这个物件是，其实这种花合的物件，这是足专业的物件。是，所以讲，其实阮爱政府会当投入，会更较济。是啦吼，有影政府即块来当斗3工，其实咱台湾游艇业会使搁较徛起啦吼。毋过咱嘛讲啊，游艇业其实袂使停伫咧即个制作业的即个阶段，安怎推广即个服务？尤其咱讲吼，即个韩国。虽然无这个游艇的这个制作业，但是因有这个船啊这个 license 的人，其实是非常多。台湾安怎去推广？咱做伙来看。如果没有注意到风的来向的话，然后突然有阵风来，可能会造成意外换旋，就会造成人员可能会有受伤的状况，所以就是要非常注意，就是船上风的来向啊。罗如轩今年16岁，休热了后要读大学啊。开游艇对伊来讲，敢若亲像骑脚踏车遐尔熟。罗如轩高中毕业的时阵，已经对花莲开船到Okinawa离岛、石垣岛，航程40-50点钟。亲像伊安尼用开船的囡仔，伫台湾是真少的。因为你看，像在美国哈，那即使内陆的那些州，只要有河有湖。小池塘的地方，可能他们家也都有游艇，那就很小啊，几公尺长的船啊，可能用划的或者挂个舷外机，无一定讲是迄种真水真大只的，毋是无一定大老板。这船啊要出海进前，我一项一项检查，保养也好，出海也好吼，拢我一项一项检查。苏炳文是海军军舰舰长退伍，真爱大海。退伍了后，伊愿定定出海。咱这船啊，佮有配一个这个快艇吼，这个快艇会使走差不多25节啦吼。啊，就是快艇做一个作用啦，譬如讲咱来去一个岛吼，伊本身伊无一个码头互咱停，咱船啊就落钉下锚吼，啊，咱个放这个小艇吼，啊落，叫一个吊车吼，啊，就甲吊落水下，啊，人就会使登岛，啊去做一个岛屿的探险。游艇敢若亲像一座海上旅馆，船顶什么设备拢有。不过伫台湾，游艇旅游被认为是奢华的，加上介咸的历史，也因此四面环海台湾一直拢无发展出海洋潜水文化。因为戒严的关系，就禁止大家去侵海，你只能在海水浴场晒太阳、游泳而已啊。其他你无可能，除了渔民会当开船出去，其他人袂使啊。所以长久下来没有这种侵海的习惯文化啦，没有这种活动，也不熟悉，又可能害怕。造船业是火车头工业，必须结合真侪次系统。造船业应带动相关的产业链。民国66年大船成立，带动重工业的成长。咱10大建设第一个开工的就是大造船厂，中船遐。迄阵开始起的时阵，咱咧头先讲，这个环境无好，拢是烂泥巴、细湖这种地。迄船上是真重的，因为你大只船啊，机械拢爱放喺遐，迄地基就要冲得好啊。它这个技术是学习以后可以转到其他的产品上面，所以安尼就种相关的基础建设技术也会提升。成功大学拥有全国上长的拖航水槽。长165公尺，深4公尺，宽8公尺，是世界大学前5大的船舶实验水槽，应进行无共材质、船只阻力测试，是国内培养造船检验人才重要所在。长期投入造船系统研究的陈正宏副教授讲，台湾的优势是在有专业人才加工业技术。学界努力培养船舶机电系统人才，游艇业者也努力生存。不过，政府欠缺核实计划，游艇产业拢是孤单家己的奋斗。像日本和韩国都是以大型产业为主嘛，所以国家是会以尽整个国家之力去辅助这些产业去继续维持、继续发展。那台湾的话，本身我们就是那种中小型企业，所以产值就是不上不下。刚刚讲的是大造船厂，是做大船的重工业，那政府有去扶植。它游艇民间的这种船跟渔船就很像，近乎有外管理，所以你讲妨碍吗？嘛无一定，因我近乎无伫咧插理，
所以无扶持嘛，无管理。台湾造船上早是对淡水河边开始，即阵只有游艇停靠维修，真少有新船出港。游艇业的老一辈甲新的一代，正伫努力打拼，渡过难关，想要保住这个游艇王国的美名。咱讲台湾真正是这个四面环海吼，啊明明是一个海岛的国家，是安怎对海为人就是遮尔生分吼。咱请 Andy 来甲咱讲一下吼，安怎对海袂生分？啊，恁讲要驶一只游船吼，是讲迄个游艇有啥物撇步无？驶船就是爱看天气啦，你要看天气啊，你爱知影讲哦，你要安怎去，要安怎驶，要去对，啊，佮有爱算你的油有够无够安尼。其实船啊，驶船啊。人讲足危险，真危险嘛，袂吧？但是你开车嘛足危险的，所以其实驶船啊，你若知影你要去对，要安怎驶，要安怎用船，其实迄拢袂讲介困难。不过咱这个政府这个法规是白条条，无毋对。所以咱即马要出去开船啊的时阵，你着爱甲人通报啊，你个爱有车入去，车出来，同一个所在入来。所以毋是讲国外是你去。你遮出去，你会当去甲巴西哥啊，凊彩位遐入去，还是讲你要去对，拢足方便的。是，因袂甲你管制遮济啊。啊，搁有就是讲你的泊位啊，你的停船啊的所在。要伫倒停啊？对啊，拢是固定的位，要去倒嘛袂使，要去倒嘛袂使安尼。对啊，台湾拢是渔港啊，拢是渔民的船啊，这嘛是咱即马袂当解决的问题。所以爱请政府这个法规会当。较这个松绑一下啦吼，对，其实这对台湾是好的，因为这对规个产业链，这个产业链是有帮助的吼。这个产业链唔那干那爱制造尔，其实爱嘛是有这个服务业的这个消费伫咧。对啊，你有人咧耍船啊，你家己会晓耍船啊，你较会晓做船啊嘛。是，对啊。所以这个过去咱头拄嘛讲到，这个学生囡仔，伊若知影伊咧做啥，伊当去亲近海。亲近这个水，借着这个游艇，借着这个航船，其实对这个产业链是有帮助的。对，真正啦吼，所以伫政府这地吼，拜托因的。爱真正爱请伊较认真，甲这个产业做起来，因为其实掠鱼啊，鱼啊会掠无嘛，会掠甲无去，掠甲无啊，掠了去。其实会当转变啊。是，所以咱讲吼。爱安怎驶游艇，这嘛是一种这个可能后摆是一个工课，吼，也是讲对一个休闲这个服务，也是讲实际这个要去驶船这个教学，其实嘛是一种头路。对，因为像像讲迄个国外，因就是为细汉开始驶到大汉。是。驶到大汉，你就有足侪人哦，因的梦想就是要去环游世界啊，要去驶这个游艇、驶船啊，环游世界就对。对，所以因就有产生讲哦，足侪人要买船啊，是。你要买船啊，你就有后壁，佮有售后服务，佮有啥，佮有啥，就是一个产业链啊。对啊。其实咱看美国伫 Newport， 也是讲这个 San Francisco 遮，其实拢是这个海洋文化真深的这个所在。对。咱自国外，你过去嘛住伫国外，安怎来帮助台湾伫咧杀这地？政府会当加减出去看，出去了解。我知影以前加减有啦，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讲，咱的法规是，这嘛是政策嘛是爱改变，嘛是爱进步，袂当讲拢共款甲以前共款拢会惊讲你的人要走私啊，是要你会惊讲你的人要去对。做一寡无好的代志，其实袂啦。我感觉讲人即马有钱啊，就是爱去做一寡休闲的，做这个休闲的这个活动，对。所以伫即地，莫甲这个台湾人看讲要走私啦吼。其实即地若是拍好开，制造业甲这个服务业会当结合，其实台湾这个游艇
制造业可能真正是咱头头讲的，台湾可能是世界第一。对啊，有影啦吼。啊，其实咱嘛看到你自国外看到这个外国人安怎去推广这个海上这个活动啦吼。啊，伫遮你头头嘛讲到，其实这个法规的这个部分，啊，其实若是讲人才培养的部分咧，人才培养哦，因是有即个有伫外国啦，因是嘛是有讲，拢是人去做，啊去学，但是因嘛是伫美国遐，我知影嘛是因嘛是无即种学校，无即种技术的。是，可能亲像这个 club 安尼啦吼。哦 ，club 嘛是对啊 ，club 就有啊。是。对。对，当做即地，嘛是讲这个私人，若是即地当做兴起来，其实对这个咱讲人才的培养会当自家自细啦吼，来发展较大咧。啊，其实咱嘛讲全台湾有几啊百间，可能这做准的，啊，恁是可能毋是第一，就是第二个啦吼。伫遮你心目中想要望这间公司搁安怎发展，还是讲咱会当安怎帮站，咱搁徛起你台湾第一？阮其实以后有咧想讲要做一条龙，因为阮为大工做到即马，是，搁有代理啊，即马家己咧卖，家己卖船，你就是爱家己做服务嘛，是，所以讲家己做服务，你就会当，你船啊，人客要买你的新船啊，啊，使5档要卖，你就爱家己，伊就爱搁卖掉嘛，卖掉你就搁会当搁趁一手嘛，就是这个二手的这个船的空间，恁会使伫遮搁去思考一下呢。对。所以这阮拢有咧想啦，啊，甚至讲哦，你要讲开迄个伫美国开维修的部分，维修厂啊，迄拢是以后会当做的啊。是。对啊。所以一条龙安尼，这是一条龙。我感觉迄是咱以后的人爱做的。以后人，所以你感觉自阿公这代、爸爸妈妈这代，甲你这代，上大的无共款是啥？哦，上大足侪无共款的。你感觉上大无共款？你头拄嘛讲到传承嘛，传承是上重要这个核心。啊，你上大的创新是啥物？上大的创新，我以前你看我阿公咧做船的时阵，拢画图，用手咧画。你即摆是家己学这个 CNC， 还是讲这个工业设计？对啊，就是爱导入一寡较新的科技嘛。你讲3D 的软体，啊，搁有 CNC，啊，搁有，毋是安尼尔，搁有你安怎制作迄个你的船壳，你安怎去研发啦？迄嘛是拢足侪学问的，足专业的，足专业的，所以一定会搁较侪物件，爱导入搁较侪物件。咱搁讲到这个爸爸，还是讲阿公这代，互你上大的想要传承迄个动力是啥物？传承的动力嘛，应该是讲这是一个传承嘛。是。咱因做了遮辛苦着，你无可能讲啊，互即个公司就安尼无去啦吼。所以真正要甲伊维持好掉。咱嘛讲，即阵咱讲高雄啦，差不多嘛有即个17间啊，9成即个新的即个游艇拢是自高雄港来输出啦吼。啊，其实要哪自高雄港做一个起点。其他咱讲台湾还佫有足侪港口会当去做活用，你感觉佫有啥物机会无？有哦，这机会足侪，因为港口足侪。其实台湾你若是有驶过船，伫台湾驶过船，你就知影伊讲，其实台湾足侪足水的港口，足水的所在会当去。是。虽然讲你是一个小岛尔，但是因迄个 view，迄个风景拢真正是袂歹。袂歹。所以我感觉台湾会当推动的就是。一个点一个点去算，是啊，你台湾人开车去算，迄算久啊，就无好算啊嘛，所以爱算较深，所以爱开船啊。是，所以咱讲台湾这个海岸这个线吼，差不多1300多公里，每一个港口，也是讲每一个所在拢有伊无共的这个风景吼，真正嘛是佫讲到这个法规的问题，真正政府爱送一个。对，但是我看可能较难。较难啊吼！但是咱具体建议就是讲，咱制造业已经有这个国际出咱讲咱国内家己出资金啦吼。这个服务业的时阵，安怎这个产业来完成？其实恁会使佫去找一寡这个可能民意代表也好，还是讲真正关心咱这个海洋文化的这个人嘛好啦吼。其实这拢会使去找找啦吼。你感觉佫有啥物资源？你未用到，想要甲呼吁一下无？
可能爱找外国的资金入来做，迄嘛是另外一个办法。是外国的经验，因为靠咱家己咧做，其实有限。有限哦。对。所以这个外国的资金，对，安怎去募集？就是爱去找啊，其实爱去找，爱互因看到讲啊，其实台湾是有这个市场的，因为台湾有钱人嘛是有嘛，是啊，环境嘛是有啊，啊个足水的，所以我唔知影你最近有来高雄无？高雄即马嘛是做了袂歹啊，高雄真正真赞啊，对啊，本地就是这个海洋的这个关市啊啦吼，啊即阵嘛是真水的一个城市啦吼，对，所以伫咱自高雄徛起。本地是这个淡水啦吼，啊走落去这个咱讲高雄遮，搁一届来大发展啦吼。所以你未来5望，还有啥物？未来5望哦，我感觉爱互你坐船啊，爱互你坐阮的船啊，是爱互济观众朋友来坐船坐看卖吼，来体验讲咱台湾现在游艇业制造过去是咱这个亚洲第1啦吼，啊即阵还佫会使第4啊、第6伫咧全球即地啦吼。今日非常感谢咱的 Andy 来到咱节目现场，感谢，多谢，谢谢。礼宾游艇做船网文入台湾海洋国，今日文化新台湾，感谢乡亲好朋友的收看，咱后回再会，多谢，感谢，感谢，真正真赞哦，30岁尔，所以这36岁，对，啊伊伫遐就是负责 marketing， 对，有去销售，甲有人客去，因为阮即马做500外只嘛。你讲500外只，助理开始接帮，助理去公司。自我阿公迄阵咧做500外只。对啊，啊所以做侪人客，啊，佮有二手的人客嘛，等来买船啊。